又到食金啊，食毛蟹时阵啊，苗栗关系国内饲这个中国毛蟹重要产区，今年讲饲差不多30万只。中秋节过了后呢，开始成熟，国庆年假就是即晚呢开始收成，供应时间差不多有2个月，即晚1月内行的已经咧饲这个好滋味啊。 大毛蟹芳酒岛一日白开，都看到虾仔哥，闻到旁边的民众紧摕灯硬起来食，大家拢食到簌簌叫。这个高，满满的高。苗栗县是国内饲大只毛蟹重要产区，今年放饲数量超30万只。中秋节过，大只毛蟹嘛开始大到在，每一只拢饲到肥嘟嘟，嘛真活力。这个有6两多。 这6两多，对。苗栗专关今年大毛蟹养殖的面积超17.4公顷，业者用历史生态来饲这毛蟹，和今年收成的数量超过3成，收成的毛蟹体型重量嘛拢比去年更加上正。目前已经有90分了，还差一点点。 只要天气转冷哦，它的品质又会更棒，那个蟹膏跟蟹黄会更保暖。那饲毛蟹负责人讲，今年大毛蟹杀出的时间有较晚，为国庆年假开始收成，供应时间超2个月。今年的价格伫咧35到900，比去年贵30。不过这个好滋味是一年一摆，民众想要吃到，就要把握机会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